主后2024年11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互人认捌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但以理书第6章第1节到28节。大流士照伊的想法，设立120个总督治理全国。伫因的顶面，阁设立3个总长，其中一个是但以理。监督遐个总督，接免王过头操劳。但以理因为有非常好的灵性，比其他的总长甲总督较杰出，所以王要指派伊治理全国。因为安尼，其他的总长甲总督伫各种的事务要找但以理的空隙，通甲伊控告。毋过，因找无伊有啥物空隙，也是过失，因为伊忠实可靠。遐人就参详讲，除了对但以理遵行伊的上帝的律法以外，咱袂当找到甲伊控告的理由。这个总长甲总督相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“皇上万岁！”全国的总长、总督、省长、县长甲顾问做伙参详，要请皇上降旨，宣布一个禁令。30日内，除了王以外，若人任何神明，也是对人祈祷，就甲伊ฮ็落筛血。皇上，请你制定签署这条禁令，人就袂当改变这个命令。因为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签署过的法令袂用得改变。大流士就伫这个禁令签署。但以理听到王已经伫这个文件签名，就倒去厝内，伊楼顶的房间有窗仔开往耶路撒冷。伊照常一日3遍，跪地向上帝恳求感谢。遐人斗阵去但以理遐，看到伊跪地向上帝祈求帮赞，就过来见王，对王提起禁令的代志，讲：皇上，你敢毋是有签署一个文件，规定30日内，除去皇上以外，若有人任何神明祈祷，也是对人恳求，就甲伊ฮ็落筛血。王应讲：确实有，照米底亚甲波斯的法律，这个法律袂用得变更。因就对王讲：皇上，迄个受掠的犹太人但以理无尊重王，无遵守你签署的禁令，伊竟然一日3遍祈祷。王听了非常烦恼，想要救但以理，规日在想办法。后来，遐人阁相约来见王，对王讲：皇上，着会记得，照米底亚人甲波斯人的法律，王颁布的禁令甲法律袂用得改变。王就下令掠但以理，甲伊ฮ็落筛血。王甲但以理讲：你一直在服侍的上帝一定会救你。有人搬一粒大粒石头，甲筛血的口踢下，嵌王印甲大神的官印，甲筛血封起来，互但以理的案件袂当有啥物改变。王倒去王宫，规暝禁食，无要互人演奏乐器。迄暝王困袂去。隔日，王透早起来，赶紧去筛血遐。伊挖近筛血的边仔，伤心叫但以理讲：因我上帝的仆人但以理，你尽忠服侍的上帝有救你，无互使家无？但以理讲：皇上万岁！
我诶上帝有派使者，甲遐个狮诶喙封起来，无甲我伤害，因为我伫上帝面前是无辜诶。奉上，我嘛无做甚物伤害王诶代志。王非常欢喜，就吩咐人将但以理对西ฮ็救出来。但以理对西ฮ็出来，规身躯拢无受伤，因为伊倚靠伊诶上帝。王命令将遐个控告但以理诶人甲因诶某囝拢掠起来，甲因迄落西ฮ็，因还未到西ฮ็诶底，狮就往因踏去，咬碎因诶骨头。后来，大流士通告全国，无论倒一个民族、倒一个邦国，讲倒一款语言诶人民，讲愿恁平安富足。现在我降旨，我统治诶全国人民，恁拢着敬畏但以理诶上帝。伊是永远诶上帝，永远存在，伊诶国永远袂消灭，伊诶王权永远存续。伊讨放，伊拯救，伫天顶地上行神业奇事。伊解救但以理，将伊对狮诶喙救出来。但以理伫大流士甲波斯人塞鲁士在位诶时，事事亨通，互人认捌上主。圣经故事若有摆项本，但以理对西亚坑平安脱身，绝对会当排点伫头前，甚至多数人听到但以理诶名，脑海中浮现诶，就是即个故事。但以理会互趁入伫西亚穴，是因为其他诶官员嫉妒伊，想方设法敲入名目，互伊因为宗教诶理由来犯法。总是但以理不为所动，犹原保有向上主祈祷诶习惯。遐人找到但以理诶把柄，自将到王面前控告但以理，爱王依法处置。处理诶是大流士王，明显忌惮即阵诶大臣，显示即位拄夺取政权诶王，伊诶权力还未稳定。若照政治思想家阿甘本提出诶例外状态来看，掌权者往往通借由也是创造例外诶情形，以新法凌驾伫旧法顶面来惊动游戏规则。举例来讲，法律保证人民诶自由，但是当有疫情发生诶时，就是特殊状况，就正做例外，政府就有权介入，以新诶规定限制人民日常生活诶自由。显见，大流士诶权力某一方面犹原受限制，只会当顺从伊诶心腹。目睭紧紧看到伊所倚重诶但以理，互陷入伫西亚穴。当但以理神奇得救了后，大流士就顺势用这特殊诶状况修理迄阵毋听话诶心腹。经文诶叙述相款，将这神奇诶事迹做简单诶记录，互人无甲眼光和心思完全放点伫神业顶面，因为人总是试图抄找具误录价值诶经文，却忽略更较重要诶信息。假使专注伫叙述内诶探索，会发现大流士对但以理诶关心超过一般君臣诶关系。伊非常担忧但以理诶安危，甚至到伫袂食袂困诶地步。这无疑是超越种族、阶级和血缘诶疼。叙述诶特殊所在在伫，虽然这份疼无法度解决当下拄到诶难题，
却体现伫充满交杂算计的环境，无因为利益考量就受抹灭，也是因为有所得才去听。听是本段叙述的重点，甚至会当互咱踮脑海里浮现一百个图像。听，互受捆绑的人得到透放甲自由。上主的作为引人深思，但以理服侍外邦人，搁因透过但以理的作为来认捌上主。叙述搁较借着遐济权威的外邦人的喙，讲出赞叹上主的言语，显出因真正敬畏上主。检采咱也会当对迄中间读到启示，就是关系安怎实践听，互别人照着咱的言行来认捌上主。互人认捌上主，毋是照着各种传福音的策略方法和五花八门的传福音技巧，并无需要一直叫人来认捌信耶稣，毋免用带着虚假的面躯，只需要活出家己真实的性命，也就是互上主雕塑过有基督的疼的性命。安尼的性命会当互人看到上主的疼。默想，我的性命安怎实践基督的疼？是毋是互人伫我的心上看见基督的面容？伫我的生活中，是毋是会当无论伫倒位，拢通发现疼的踪迹？我的性命安怎实践基督的疼？是毋是互人伫我的心上看见基督的面容？伫我的生活中，是毋是会当无论伫倒位，拢通发现疼的踪迹？咱来祈祷，入闽人会慈爱上主，你总是无条件接纳我、揽抱我，愿你将慈爱放伫我的性命，互我每日活出你的良善，互人伫我的心上看见基督的面容。愿你的慈爱引带我，互我的生活诚侪延伸你工作的器皿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